我見過太多人辛辛苦苦捱咗40年，以為退咗休，手頭有筆錢又有時間，就可以舒舒服服享清福。結果呢，唔出2年，身子越嚟越差，行路都冇以前咁有中氣，仔女越嚟越疏遠，子女返屋企食餐飯都好似免咗咗咁。最慘嘅係，連自己辛辛苦苦儲埋嘅積蓄都冇嗱嗱少咗一大截。點解會咁？好多人以為係年紀大咗，機器配，又或者怨個天唔公平，覺得自己勞碌大半生，臨冇先嚟行衰運，根本唔關運氣事。子女最大嘅問題係出自你對退休呢2個字嘅誤解。子女大家都以為有錢有閒係退休嘅最高境界，但係我今日要好坦白咁話俾你聽，絕對嘅自由如果冇邊界。你諗下以前返工嗰陣，老細管理、打抗機管理、時間表管理，你覺得好大壓力，你亦都盼望住退休。但係當你一退咗落嚟，呢啲外在嘅框架突然之間冇晒，你頭嗰3個月可能覺得好爽，日日瞓到自然醒。但係半年之後呢，你每日起身擘大眼，面對住大把時間，你反而會慌。唔係驚冇錢，而係驚自己冇用。退休唔單止係唔使返工咁簡單，佢人生一場巨大嘅身份魔。似你以前係你經理、陳主任或者係某某大師傅，身邊嘅人對你客客氣氣，一退落嚟，你變翻做一個普通嘅阿伯，下手未去街市買餸，去酒樓等位，冇人會再買帳俾你。呢種落差會令到好多老人家個心入面屈住，慢慢地身體就會出現啲莫名其妙嘅毛病。夜晚明明好攰，但係喺張床度翻來覆去都瞓唔着，腦入面係咁諗埋啲無謂嘢。朝早起身覺得心口噏住，好似有嚿大石壓住咁，行路開始攤腰，做咩都提唔起勁。去睇醫生，醫生照勻全身，又話你各項指數正常，最多都係話你年紀大退化。其實呢啲根本唔係單純嘅生理病，係心病，係你哋精神磁場出咗問題。當一個人嘅內心冇咗寄託，氣場就會變弱，氣場一弱就容易受到外界不良磁場嘅影響。子女為咗填補呢種空虛，咁為咗揾返昔日嘅熱鬧，好多老友記就會不由自主咁行出街去揾存在感，揾人傾偈，去揾啲嘢搞。就係喺呢個時候危險就嚟啦。我今日要同大家講嘅就係退休之後，無論你幾有錢幾得閒，有3個地方你絕對唔好經常去。呢3個地方表面上睇落好正常，甚至好熱鬧，好有人情味。佢哋係3個巨大嘅能量黑洞，去得多會慢慢吸乾你嘅精氣神，掏空你嘅銀包，自破壞你原本和睦嘅家庭。特別係第3個地方，真係害人不淺，分分鐘令你晚景淒涼。如果你或者你身邊嘅人已經退休，又或者準備緊迎接退休生活，我強烈建議你即刻喺留言區打平安過好日子呢6個字。呢個唔單止係一個留言，更加係俾你自己呢一個最重要嘅心理暗示同提醒，等自己清醒啲，唔好踩入呢啲退休陷阱。好多老人家唔信邪，覺得自己食鹽多過後生仔食米，點會咁容易中招？但係事實擺在眼前，你啲老人家本來仔女好孝順，每個月俾足家用，新抱又識做，但係就因為佢得多呢啲地方，聽埋啲閒言閒語，返到屋企就睇自己人唔順眼，成日單打，搞到家無處日。有一啲老人家本來有層樓揸手，有幾百萬棺材本，生活無憂，點知佢哋唔應該去嘅地方，俾人踢兩氹，棺材本冇晒不特止，仲要憎人周身債，臨老要仔女幫手執手尾，連尊嚴都冇埋。所以話退休之後，守住自己嘅時間，守住自己嘅邊界，比守住你份退休金價重要。你以為佢嗰度係消磨時間，錯啦，你係去消磨緊自己嘅福報。你以為佢嗰度係識朋友，錯啦，你係去惹是非同劫難上身。好啦，講咗咁耐，究竟係邊3個地方咁得人驚？我哋而家就逐一理拆解，等大家睇清楚呢啲地方嘅真面目，以後見到記得兜路走。講到第一個唔好去嘅地方，好多老人家日日都去，甚至覺得去嗰度先至叫享受人生。呢個地方就係是非與虛榮交織嘅舊有茶局。你可能會問下，退咗休去飲杯茶，食個包都有問題？我辛苦咗幾十年，約埋班舊街坊、舊同事去嘆下一盅兩件，吹下水，唔通咁都犯法啊？飲茶本身絕對冇問題，有問題嘅係嗰個局同埋局入面嗰班人。好多老人家退咗休，因為太得閒，日日朝早7、8
便就會茶樓霸位，一張大圓台，坐滿8個、10個所謂嘅老友記。你以為大家係去懷舊、敘舊、去維繫感情錯啦？你慢慢聽真啲佢哋傾偈嘅內容，你就會發現呢度根本唔係休閒生地，而係一個冇硝煙嘅戰場。至此類呢種茶局主要分2重戲碼，第一重叫做暗中攀比，大家坐埋一齊，表面上笑騎騎，實際上句說話都暗藏殺機。子子奶助理咗邊嗰個陳師奶，啱啱坐低就話：哎呀，我個仔尋日又買咗支幾萬蚊嘅勞力士俾我，我都話唔使破費啦，佢死都要買，真係嘥錢。助理入邊嗰個李伯，你咯，我個女下個月又要請我去歐洲旅行，坐商務客位，我都話老人家搭咁耐飛機會辛苦，佢話商務位可以平份喎。你聽住呢啲說話，表面上要戥佢哋高興，附和住話係咯係咯，你仔女真係孝順，但係你問心嗰句，你個心入未舒服咩？你自己個仔可能為咗供樓養小朋友，日日捱更抵夜，邊有閒錢買名表俾你？邊有長假陪你去歐洲？你本來覺得自己個仔正正經經打份工，一家人齊齊整整已經好幸福，但係一去完呢個茶局，一比較之下，你個心入面就會好自然咁產生一重失落感，一種落差。呢種攀比最得人驚嘅地方係佢會不知不覺間改變你嘅心態。你帶住呢種落差翻到屋企，見到自己個仔啱啱放工翻嚟，攰到寫隻狗咁攤喺梳化度，你心入面無名火起，忍唔住單打一句：隔超陳師奶個仔又買勞力士俾佢咯。你睇下你日日淨係識打機，就係咁樣一句說話，屋企嘅大戰就一觸即發。本來好地你一個和睦家庭，之子女就因為你喺茶局聽咗幾句炫耀說話，搞到家冇處啊！你話呢啲茶局係咪害人不淺？第2重戲碼仲衰，叫做怨氣沖天，是非八卦。有啲茶局唔願要，但係成枱人都充滿負能量，由朝早8點坐到晏晝2點，不斷喺度鬧新抱唔識做家務，鬧新抱成日網購嘥錢，又或者鬧以前個舊老細，鬧啲親戚借錢唔還，更甚者係講隔離鄰舍嘅是非。你知唔知3樓個黃師奶原來佢老公喺大陸有第2個啊？老友記，你以為聽呢啲八卦好過癮？鐵子女當作免費娛樂，大錯特錯。社會學都有講，情緒係會傳染嘅。你日日浸淫喺呢個充滿怨氣、是非、負能量嘅環境入面，你啲磁場一定會受影響。你試下回想下，每次你去完呢啲怨婦茶局、八婆茶局翻屋企，你個人係咪覺得特別攰？係咪覺得特別煩躁？睇咩都唔順眼？因為你喺嗰幾粒鐘入面，不知不覺間吸咗好多垃圾情緒。你本來退咗休，心情應該係平靜嘅、開朗嘅，結果你主動走去垃圾站，執埋人哋啲垃圾翻屋企，塞滿自己個腦。此類，最慘嘅係你喺度講人是非，而此類人哋一樣會喺背後講你。今日你冇去飲茶，聽日全枱人嘅話題就係你。你真係覺得呢班所謂嘅老友對你有幾多真心？大家只不過係無聊，揾啲話題嚟打發時間，互相取暖，同時又互相傷害。我見過一個真實例子，有位70多歲嘅張伯，為人本來好厚道，次次佢退休之後就係日日去屋村樓下間酒樓同班街坊吹水。有一日佢喺茶局度聽到人講話食某蟲偏方可以矮骨痛，佢翻去同新抱講，新抱係護士，好心勸佢唔好亂食。此類正常嚟講，聽新抱講咪算咯。但係張伯第2日去飲茶，將呢件事同班茶友講，班茶友即刻煽風點火。喂呀，你新抱點會緊張你死活啦？係驚你食好咗長命百歲，要佢養你一世啦。而家啲後生仔婦人之心不可無阿老張。張伯聽完心入面挑刺就越結越深，返到屋企點睇個新抱都覺得佢有心計。由嗰日起，張伯處處防住新抱，自己收埋啲糧食，驚新抱落毒，最後搞到個新抱頂唔順，同個仔搬走咗，逢年過節都唔返嚟探佢。張伯本來3代同堂，就因為聽信茶局啲是非，搞到晚年孤獨終老。你睇呢啲茶局嘅殺傷力有幾大？佢哋唔會直接攞刀揭你，但係會用軟刀子，一刀一刀咁割斷你同屋企人嘅感情，割斷你內心嘅平靜。退休本來係為咗亂黐是非，結果你為咗打發時間，主動跳入一個更大嘅是非圈，呢個唔係犯賤係乜嘢？所以我奉勸各位老友記，
飲茶可以同屋企人去飲，同3-2個真正交心、有正能量嘅老友去飲。嗰啲撒班人圍埋一齊，唔係宴會就係講是非嘅大茶局，真係少為妙。如果你經歷緊呢啲茶局，我建議你慢慢抽身。一開始可能推話要睇醫生、要抽酸，慢慢減少次數，你會發現，當你遠黐咗呢班人，你個世界會清靜好多。你睇自己屋企人，亦都會順眼好多。講到呢度，我想大家苦心自問，你有冇去過呢種越飲越深嘅茶局？有冇試過因為聽完茶友嘅說話，翻屋企同屋企人發脾氣？如果有嘅話，即刻喺留言區打心有同感呢4個字，睇下有幾多人同你一樣中過招，大家一齊互相提醒，以後一定要遠黐呢啲消耗你能量嘅人。講完第一個，我哋嚟講第二個絕對唔好經常去嘅地方。呢個地方講出嚟，可能有好多老友記會即刻想反駁我，甚至想鬧我。你講咩啊？我退咗休唔去呢度，我可以去邊啊？大家先冷靜啲聽我講完。呢個地方就係過度消耗你嘅親戚屋企，特別係你自己仔女落屋企。好多人一收到嗰筆退休金，一交低張職員證，係一個反應，唔係去計劃下點樣環遊世界，唔係去報名學下書法太極，而係自動請纓，即刻將自己打包送去仔女屋企做全職免費保姆，又或者晒佢兄弟姊妹屋企幫手打點一切。你心入面可能係咁諗嘅，我都退咗休啦，反正日大把時間喺手，與其喺屋企眼光光，不如去幫輕下啲後生仔，發揮下餘熱，一家人互相關照，不知幾好，等佢哋可以安心搏殺嘛。我絕對同意幫手係人情，仔女有困難，做父母嘅出手相助係天經地義，但係大家要搞清楚一個概念，同失去自我禁到貼係兩回事。如果你將仔女落屋企，變成你退休之後日日都要去打卡上班嘅第二間公司，將自己由一個受人尊重嘅退休人士降格變成一個冇糧出、冇勞工㗎，總有一受氣嘅高級家傭。咁我就話俾你聽，呢個絕對係一場晚年災難嘅開始。你試下合埋眼回顧下你而家所謂嘅退休生活係點過嘅。朝早6點鐘，天寒地凍，你比以前返工仲要早起身，嗱嗱臨梳洗完就落街市霸位買靚餸，要買新抱或者女婿中意食嘅，又要買個孫啱食嘅，買完大包細包，兩手抽到紅晒，索晒氣咁上到仔女屋企，一開門佢哋仲瞓緊覺，你靜靜雞入廚房開始洗洗切煲湯煮早餐，等到佢哋起身食完出門口，你又開始好似個機械人咁執床洗衫抹窗拖地。企轉嚟到咗晏晝，你連唞下嘅時間都冇，你要撲去學校接個孫放學，帶佢去補習班，返到屋企又要同佢搏鬥，同佢做功課，氹佢食飯，等到夜晚7、8點，仔女終於收工返嚟，你已經攰到條腰都直唔起，對腳腫到好似豬蹄咁。你以為你付出咁多，仔女會好感激你，攬住你講句阿媽阿爸殺你咯？此之你錯啦，現實往往係好殘酷嘅。兩代人嘅生活習慣同教育理念根本就係火星撞地球。你辛苦煲咗3個鐘頭嘅老火湯，出盡心機，點知新抱望一眼就一皺眉頭話媽，呢啲湯太肥膩啦，嘌呤太高啊！我哋而家要食得清淡啲健康飲食，唔飲啦。你聽完心入面係咪扯火？覺得自己一片苦心掟咗落坑佢。又例如你見個孫扭計唔肯食飯，你按照以前教仔嗰套，惡兩句嚇嚇佢，或者索性咪起紙巾想餵佢，個仔即刻喝住你啊嘛！你唔好咁樣縱佢啦，亦都唔好嚇親佢。專家話等小朋友自主進食啊，你咁樣會破壞佢哋獨立性。你滿腔熱誠撲心撲命揾嚟嘅係一次又一次嘅嫌棄、糾正同埋指責。你喺人哋個屋企慢慢變成咗一個阻住地球轉、咩都做錯嘅人。你敢怒不敢言，點解？因為嗰度係佢哋嘅主場，你只係一個客，甚至係一個打造。就係咁樣，你會慢慢冇咗自己嘅生活節奏，亦都會冇咗自我。你本來可以約舊同學去行山，去社區中心學下唱歌，去同老伴舒舒服服飲個下午茶。但而家呢，你嘅世界都返個廚房同埋個書，你嘅喜怒哀樂全部綁定咗喺仔女嘅面色度。佢哋今日心情好，同你傾多兩句，你就開心到好似中6合彩。佢哋今日做嘢受咗氣，返屋企黑口黑面唔出聲，你就成晚喺張床度輾轉反側，係咁怪責自己，諗緊係咪今日啲餸煮得唔好食，定係邊度得罪咗佢哋？除咗心理上嘅鬱結，
喺呢啲過度消耗嘅地方。仲有最致命嘅一樣嘢，你哋嘅健康。老人家嘅骨骼同體力根本承受唔住長期嘅勞心勞力。抱孫抱得多，抱到有50件，網球肘、土地彎腰彎得多，搞到坐骨神經痛，椎間盤突出。你平時慳埋唔捨得睇醫生，自己搽啲鐵打走就算。到你真係捱到病咗冧低咗嗰日，你估結果會點？仔女可能要請假帶你去睇醫生照顧你，到時佢哋工作壓力大，可能一時火起又會埋怨兩句。一早都叫你唔好咁辛苦啦，有啲嘢留低等我哋做咪得咯。你又唔聽，而家搞到病咗，大家都要批判。老友記，你聽完呢句說話，真係眼淚都會流埋出嚟。你心諗我咁辛苦為邊個？到頭來仲要俾你話我累街坊，呢種吃力不討好嘅感覺，真係錐心之痛，覺得自己真係攞嚟賤。記住我講呢番說話，絕對唔係叫你哋冷血無情，唔俾仔女死活。我係話人與人之間，就算係親生骨肉，都要有邊界感。你可以一個星期幫手1-2日，當係親子活動，或者逢星期6日，舒舒服服煲個靚湯，煮餐好餸，叫佢哋翻嚟食。但絕對唔可以將3個生活重心搬晒過去佢哋度。你要有自己嘅生活圈子，有自己嘅作息時間。有啲老友記更誇張，唔單止係仔女屋企，仲篩去啲兄弟姊妹，甚至遠房親戚屋企做和事佬或者免費勞工。人哋兩公婆鬧交，你走去勸交，結果人哋和好如初，你就做咗衰人。人哋屋企裝修，你日日走去幫手睇住啲師傅，吸埋晒啲甲醛，結果嘢都一身蟻，兩邊唔討好，仲搞到自己成日提心吊膽。退休之後，你嘅時間同精力係限量版，係用緊你自己嘅生命都數緊。你唔將呢啲寶貴嘅時間用嚟善待自己，反而去啲過度消耗你嘅地方，去討好嗰啲永遠討好唔完嘅人，去管嗰啲根本輪唔到你管嘅事。呢個係對自己晚年最大嘅殘忍。如果你都認同退休之後要自私少少，量力而為，一定要有自己生活嘅老友記，我請你即刻喺留言區打先愛自己呢4個字，話俾自己聽，亦都話俾所有人聽。由今日開始，我要為自己而活。我幫人係人情，唔幫係道理。我唔會再俾任何人冇底線咁消耗我嘅晚年。如果話頭先講嗰2個地方只係消耗你嘅情緒同體力，咁我而家要講嘅第3個地方就係直接攞你條命，吸乾你啲血嘅絕命鎮。呢個地方絕對係退休人士嘅頭號死穴。我見過無數原本家庭幸福、留有積蓄嘅老人家，就係因為踏入咗呢個門口，搞到最後傾家蕩產，眾叛親離，連病到臨死嗰一刻都仲執迷不悟。呢個咁得人驚嘅地方，就係隱藏喺各區工廈、舊式商場或者臨時租用嘅街坊會堂入面，嗰啲專門針對老人家嘅免費派嘢、健康講座體驗局。呢種局最恐怖嘅地方，在於一個極大嘅矛盾點，佢哋入面班陌生人對你比你親生仔女仲要好，但係佢哋真正想要嘅係你辛辛苦苦儲落嚟嘅棺材本，甚至係你沉落。好多老人家一開始都係抱住一重揾着數嘅心態行入去，可能係喺街市門口收到張傳單，或聽半個鐘頭講座就可以免費拎1排雞蛋、1包米或者雞卷廁紙。諗我都退咗休啦，大把時間。貼紙嘞，去做半個鐘就有雞蛋咯，唔攞白唔攞啦，反正我1毫子都唔帶起身，佢點樣呃到我錢呢？唔多過佢食米啦。子女就係呢種貪小便宜加過度自信嘅心態，令你一步一步踩入佢哋精心佈置好嘅天羅地網。你以為自己係去佔便宜嘅精明消費者，喺佢哋眼中，你只係一指自己行入屠房嘅肥羊。等你行到入去，好戲就開場啦。你會發現嗰度嘅裝修通常都係密不透風、冇窗嘅，或者拉晒口窗簾。點解？因為佢哋要營造一個封閉嘅心理空間，切斷你同外界嘅聯繫，等你專注力全部集中喺佢哋身上。跟住一班着住整齊制服、笑容滿面嘅後生仔女就會衝埋嚟，佢哋一口一句阿爸、阿媽、契爺、契媽，叫得不知幾咁甜。你個仔平時返到屋企，可能淨係識啲要 P 低頭撳手機。問佢一句就嫌你長氣，但係呢班後生仔呢，佢哋會踎喺你身邊，捉住你指手，摸下你膝頭哥，問你阿媽今日對腳仲痛唔痛啊？阿爸尋晚瞓得好唔好啊？食咗早餐未啊？之乎有啲會幫你洗腳、幫你按摩、幫你剪指甲。你喺屋企幾何試過有咁好嘅待遇？你心入面嗰重退休之後嘅失落感、孤獨感，
瞬間就被呢種假溫暖填滿晒。你開始覺得，哎呀，呢班後生仔真係乖，仲孝順過我自己生嗰個。跌子女，當你放低咗心理防線，佢哋就開始第二步，製造恐慌，擊潰你嘅心理防線。佢哋會請一個所謂嘅健康專家或某院士上台演講，呢啲專家着住白袍，我講嘅全部都係老人家最關心、最驚嘅痛點：中風、心肌梗塞、腦退化、癌症。佢哋會喺大螢幕度俾子女播一啲好得人驚嘅醫院急症室片段，播啲插滿喉管、奄奄一息嘅病人，然後同你講：阿爸阿媽，你哋辛苦咗大半世，如果臨老中風半身不遂，要攤喺張床度要人把屎把尿，你估你啲仔女有冇咁多時間照顧你啊？久病床前無孝子啊！到時你唔單止自己受苦，仲要拖累成頭噶，搞到啲後生仔連工都翻唔到啊！呢幾句話真係句句直插老人家嘅死穴。老人家最驚乜？最驚就係拖累仔女。當你被恐懼籠罩，嚇到飆冷汗嗰陣，佢哋嘅救命解藥就閃亮登場啦。可能係一張索價8萬蚊嘅量子治療太空床墊，又或者係一盒要價3萬蚊，號稱可以通血管喺百病嘅納米神仙丸。你可能會話咁貴，我點會買啊？呢個時候佢哋嘅群體洗腦戰術就發揮作用。突然間坐你隔離嗰個陳阿婆會喊住舉手話：我要買2張床墊，我上次買咗一張，我老公攤咗3年，而家行得走得啦。跟住對你最好，好個後生仔 sales 會跪喺你面前，眼淚汪汪咁同你講：阿媽，我真係當你係我自己阿媽咁看待，我唔想睇住你第日中風啦。你今日就算鬧我都一定要逼你買。錢冇咗可以再賺，健康冇咗就咩都冇啦，就當係買個平安啦。喺呢種群體壓力、恐懼心理加埋人情債嘅多重夾擊之下，你嘅理智會完全斷線。你會覺得唔買就係對唔住自己，對唔住呢班咁有孝心嘅後生仔，更加係對唔住自己啲仔女。你乖乖地去銀行將自己嘅棺材本甚至係定期存款提早攞出嚟，雙手奉上俾呢班騙子。如果淨係呢錢都未算最致命嘅係，呢種局會徹徹底底禁洗腦同反智。我見過太多老人㗎，買咗呢啲所謂嘅神仙丸之後，真係當正係仙丹，血壓高唔食醫生開嘅降壓藥，糖尿唔打胰島素，日日就係劈呢啲來歷不明、成本可能只係幾毫子嘅麵粉丸。到仔女發現咗，子女想都知佢哋想認咗啲假藥，老人家會有咩反應？佢哋會好似中咗邪禁。子女同仔女死過，你哋識咩啊？人哋專家話呢啲先至矮到斷尾啊！你哋叫我去荔園食西藥，學死我啊！你哋根本就唔關心我，淨係心痛我啲錢。結果點？本來可以控制嘅慢性病，因為停咗正經藥，突然惡化，最後真係中風送入急症室。老闆叫你阿爸阿媽，你後生仔去咗邊？間公司早就執笠搬走咗，人哋留空啦，留低嘅就只有一張懶床墊，一堆冇用嘅假藥，同埋因為幫你偽病而爭落一身債，對你心灰意冷嘅仔女。你話呢種地方係咪一個絕命鎮？佢利用你嘅孤獨榨乾你嘅金錢，破壞你嘅家庭，最後仲要攞埋你條命。各位老友記住我呢句說話：世上絕對冇免費嘅午餐，但凡有陌生人無端端對你好過你親生仔女，對你百般討好，佢一定係圖謀你身上更大嘅利益。如果去美院睇專科醫生，高危唔好嘅病，一個係公漢大廈開檔嘅不知名專家，憑咩理得好你醒下啦？如果你屋企有老人㗎，或者你自己都曾經收過呢啲免費體驗局嘅傳單，甚至身邊有朋友沉迷緊，我強烈要求你即刻喺留言區打破財擋災呢4個大字。呢個動作好重要，佢係要用群眾嘅力量去打破呢種騙局嘅磁場。等多啲人睇到呢個警號，麻煩一把身邊嗰啲差啲就踩入陷阱嘅老人家，救到一個得一個，呢個係真真正正嘅積福積德。講咗咁耐，我哋拆解咗3個會榨乾你能量、呃走你金錢，甚至破壞你家庭嘅死穴。聽完之後，可能有啲老友記會覺得好灰，只會問：咁講法，我退咗休日日流長，周圍都充滿陷阱，總唔可以日日匿喺屋企對住4埲牆。我究竟應該去邊啊？點樣先可以過得充實啲啊？咁阿妹，我絕對唔係叫你哋做隱士與世隔絕，人係群居動物，一定需要社交，需要出街行下。但係真正高質量嘅晚年生活，重點從來都唔係去邊度湊熱鬧，
而係你要學識向內求。咩叫向內求？前半生你為咗老細份量，為咗仔女嘅前途向外求之餘，你嘅眼光一直都係放喺人哋身上，睇人哋面色，只知道去照顧人哋感受。而家退咗休，你終於有時間有資格將眼光收翻埋，擺喺自己身上。你要建立一個屬於自己嘅精神世界，唔好再將自己晚年嘅幸福咁綁定喺仔女身上或者愛人嘅目光度。避開咗嗰3個死穴，我強烈建議大家將你寶貴嘅時間同金錢投資落以下呢3個地方。第一個應該去嘅地方係大自然同安靜嘅公園，唔好再去嗰啲人聲鼎沸、怨氣沖天嘅茶局。朝早起身，行去屋企附近嘅公園，或者去行下啲傍晚嘅家樂徑。大自然係最好嘅能量場，花草樹木散發出嚟嘅，全部都係生機同正能量。你可以自己一個散步，感受下微風吹過，聽下雀仔叫。你可以打下太極，做下八段錦，甚至只係揾張長凳坐低，合埋眼靜靜地曬下太陽。呢啲時間完全屬於你自己嘅。喺呢種安靜嘅環境入面，你嘅心跳會慢慢平復，你腦入面嗰啲對仔女嘅擔憂、對變老嘅恐懼，都會跟住新鮮空氣慢慢呼出嚟。記住，高質量嘅獨處遠遠勝過低質量嘅社交。當你學識享受一個人嘅平靜，你就唔會再覺得空虛，亦都唔需要靠聽人哋嘅是非去打發時間。第二個應該去嘅地方，管長者學院或者社區興趣班。與其去嗰啲免費體驗局俾人洗腦，不如主動去吸收真正嘅知識。好多老人家怕老，怕冇用。最好嘅抗衰老藥就係保持大腦活躍。指子女去圖書館借2本書睇下，或者去長者中心部讀一啲你年輕時想學但係冇時間學嘅興趣班。書法、國畫、攝影，甚至係學用智能手機剪片。你去呢啲地方識到嘅朋友，大家都係為咗求知，為咗興趣而聚埋一齊。呢種社交係乾淨嘅、純粹嘅，冇攀比，冇是非。當你寫好一幅字，影到一張靚相，你獲得個從成就感係實實在在嘅。你會發現，原來我老咗都仲可以學新嘢，我仲有好多可能性。呢種發自內心嘅自信同滿足感，幾多萬蚊嘅納米床墊都俾唔到你嘅。第3個應該去嘅地方係高質量嘅旅行，唔好再將自己困喺仔女個廚房度做免費保姆。智子女趁住自己行得走得，將啲錢用喺自己身上去旅行。但我講嘅旅行絕對唔係嗰啲幾百蚊帶你日日去購物點買特產嘅片價鴨仔團，嗰啲只會令你貼錢買難受。我講嘅係同你自己嘅老伴，或者3兩個真正交心唔計較嘅知己，去一啲節奏慢、風景靚嘅地方，去睇下祖國嘅大好河山，去體會下唔同地方嘅風土人情。當你企喺高山流水面前，你會發現以前喺茶局度爭論嘅嗰啲雞毛蒜皮，同新抱之間嗰啲意氣之爭根本微不足道。行萬里路可以將你個心胸完全打開，錢使咗喺自己對眼同感受到，先至真正屬於你。老友記，退休唔係人生嘅終結，而係人生第2個春天嘅開始。你前半生交足功課，下半生就應該為自己交出一份靚靚嘅成績表。如果你都認同晚年嘅幸福係要靠自己去爭取、去建立嘅，請你喺留言區打向內求，得自在呢6個字。等我哋一齊互相共勉，將時間同精力正正值得嘅地方走到退休呢一個階段，真係好唔容易。大家回望下自己嘅前半生，有幾多日只係真正為自己而活？嗰陣為咗份工，為咗老細面色，日日捱更抵夜，結咗婚又為咗頭家，為咗仔女嘅供書教學，慳埋，連一件靚少少嘅衫都唔捨得買。大半世人，你嘅身份永遠都係某某人嘅員工，某某人嘅老豆老母。你將所有最好嘅嘢全部奉獻晒俾身邊嘅人，為獨自委屈咗你自己。而家好啦，終於退咗休，手頭上有筆辛辛苦苦積得嚟嘅積蓄，又終於唔使再校定鬧鐘起身返工。呢個絕對係上天賜俾你人生第2個最寶貴嘅黃金期。有錢有閒本身係一重天大嘅福氣，但係呢份福氣一定要配上智慧同邊界感，先可以真正轉化為晚年嘅幸福。我今日同大家講得咁白，甚至講得咁狠，拆穿嗰3個死穴，充滿是非虛榮嘅舊有茶局，嗰度消耗你嘅親友圈子，同埋假溫暖真收穫嘅免費體驗局，唔係為咗嚇大家，亦都唔係想散播焦慮。我係真心希望大家可以明白一個道理：退休之後，
你最大嘅財富唔係戶口入面有幾多個零，而係你手上剩低嘅時間同埋你內心嘅平靜。識得篩選自己嘅生活圈子，識得避開嗰啲消耗你能量嘅人同事，先至係大智慧人。老咗面皮厚少少，心腸要硬少少，唔想去嘅聚會就乾脆推咗佢。唔好怕得罪人仔女嘅家事，如果佢哋冇開口求你，你就學識只眼開只眼閉，唔好主動去攬上身。記住守住你自己嘅邊界，守住你自己嘅棺材本，你就守住咗晚年最大嘅尊嚴。你唔需要向任何人證明你退咗休都仲好有用，你亦都唔需要靠討好任何人嚟換取陪伴。當你將精力放發喺自己身上，去公園散下步，去圖書館學下新嘢，同真正懂你嘅老伴或者知己去行下山，去下旅行，你會發現原來生活可以咁簡單，個心可以咁鬆動。前半生我哋無法選擇，要硬住頭皮去衝，但係後半生個劇本喺你自己手度，你有絕對嘅權力，自己嘅主宰。如果你覺得今日呢番說話講中咗你嘅心聲，或者對你有少少啟發，為一個好少嘅請求，請你將呢條片轉發分享俾你身邊嗰啲準備退休或者已經退咗休嘅舊同事、好朋友，可能佢哋而家正喺嗰啲是非茶谷入面受緊氣，又或者喺仔女屋企做到紙牛金，甚至爭啲就踩入免費保健品嘅陷阱。你今日嘅一個分享，都係送一份最好嘅退休禮物俾佢哋，隨時可以點醒佢哋，幫佢哋擋咗一劫。呢個係真真正正嘅無量功德。最後，我祝願每一位睇到最後嘅朋友身體健康，晚年順遂，日日都有好心情。請大家喺留言區留低一句安享晚年，等我哋一齊凝聚呢份強大嘅正能量。我哋下條片再同大家慢慢傾。